如果你无法深蹲超过30秒，你的身体可能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老化。我是赖明，会医师，行医40多年。我看过太多病人因为失去深蹲能力，最后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深蹲不只是运动，它是你身体自主能力的指标。当你失去深蹲到底的能力，代表你正在失去独立生活的资格。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请你试着深蹲。就在看这支影片的当下，蹲下去，看看自己能撑多久。如果你觉得膝盖紧绷、腰背僵硬，或者根本蹲不下去，那这支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你现在选择跳过这支影片，你可能会错过一生中唯一能够找回身体原有灵活度的机会。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我在诊间里见证过无数次的真实案例。我自己也是从怀疑开始的，直到我亲身实践，每天只花5分钟深蹲。短短3周之后，我看见了奇迹般的改变。我的膝盖不再卡卡作响，早上起床时腰不再僵硬。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身体的掌控感。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接收我们为您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没有，请打0。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深蹲是人类身体最自然的姿势，以及它如何改变一位55岁妇女的人生。在椅子出现之前，人类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的祖先吃饭、工作、休息，全都是蹲着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乡下，看着农人们在田边蹲着吃便当，蹲着聊天，蹲煮剥花生。那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就是最自然的姿势。他们可以蹲一整个下午，膝盖不痛，腰也不酸。但现代社会给了我们椅子、沙发、汽车座椅，我们用舒适换来了僵硬。我们的身体本来设计成可以自由活动、弯曲、蹲坐的机器，现在却被困在90度角的座椅上。这个转变发生得太快，我们的基因来不及适应。你的身体还记得怎么深蹲，只是你太久没有提醒它了。就像一台老旧的机器，不是坏了，只是生锈了，需要重新上油。当我们失去深蹲能力，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与身体最原始、最自然的连结。这就是为什么找回深蹲能力，就是找回健康的第一步。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改变我行医观念的故事。陈嘉丽，55岁，住在新北市。她第一次走进我的诊间时，光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就需要扶着桌子。她告诉我，她的膝盖痛了8年，腰背僵硬得像木板，每次弯腰捡东西都害怕自己会跌倒。她看过很多医生，吃过很多药，做过复健，但都只是暂时缓解。她甚至开始接受这就是老化的代价，觉得自己只能这样过完下半辈子。那天我没有开药给她，我只给了她一个功课，每天深蹲5分钟。她看着我，眼神充满怀疑。她说：“医师，我连蹲都蹲不下去，你要我怎么做？”我告诉她，先靠着墙，蹲到你能承受的程度就好，慢慢来。第1周，
他每天传讯息跟我抱怨，说膝盖更痛了，腰也更紧了。我请他继续坚持，第2周，他说痛感开始减轻，身体好像在慢慢适应。到了第3周，他传来一段影片，他蹲在地上，笑着说：“医师，我开始上瘾了。我喜欢这种身体变轻松的感觉。”3个月后，他回诊时，我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走进来时步伐稳健，坐下站起不再需要扶东西。他握着我的手，眼眶泛红地说：“医师，我10年来第一次可以自己从地上站起来，不用靠任何人。”那一刻，我深刻理解到，恢复不是奇迹，只是身体想起了它原本就会的运作方式。很多人以为膝盖痛、腰痛是因为关节退化，但真相往往不是这样。疼痛其实是身体发出的讯号，告诉你这里的活动受阻了，血液循环不良了。当你长时，肩部深蹲，关节就像一条很久没有车辆通行的道路，会开始堵塞、僵化深蹲的动作，就像是帮关节解除封锁，让血液重新流通，让养分可以进入，让废物可以排出。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关节就像交通路口，如果路口长期堵车，不止当下塞车，整个路面也会因为车辆停滞而加速损坏。但如果你让车辆持续流动，路况反而能保持良好。深蹲就是让你关节的交通保持流畅。我常想起台湾早期的妇女，她们蹲着洗衣服，蹲着剥花生，蹲着煮饭，她们一辈子都在深蹲，但很少听说她们有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为什么？因为她们的关节从来没有停止活动，从来没有堵塞。如果你现在有慢性疼痛，不要急着吃止痛药，试着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让这个关节好好活动了？深蹲不是制造疼痛，而是释放疼痛。当你开始规律深蹲，你会发现那些困扰你多年的酸痛开始一点一点消失。这不是魔法，这是科学，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你的身体里有一套原厂软体，只是你忘记怎么使用了。深蹲不只是训练腿部肌肉，它启动的是一整套系统，神经、肌肉、平衡感，三者同时运作。当你深蹲时，你的大脑必须指挥数十条肌肉协调工作，你的神经必须快速传递讯息，你的核心必须稳定身体。这是一个全身性的训练，而不只是局部运动。现代人喜欢去健身房，用器材锻炼单一肌群，但其实你不需要任何器材，只需要深蹲，就能练到全身最重要的肌肉群，你的臀部、大腿、小腿、核心，甚至背部和肩膀，都会在深蹲中被唤醒。我有一位病人，68岁，从来没有举过哑铃，从来没有上过健身房，但他跟着我的建议，每天深蹲5分钟，持续3周之后，他告诉我，医师，我现在爬楼梯不用扶扶手了，提菜篮也不觉得重了。他的腿比20年前还有力，但他没有做任何重量训练，他只是深蹲。这就是深蹲的神奇之处，它不是用外力强迫你的肌肉变强，而是唤醒你身体原本就有的力量。你的肌肉、骨骼、
神经，它们本来就设计成可以支撑你深蹲、站立、行走的，只是长期不用。它们休眠了。现在我要请你再试一次，试足蹲的比刚才更深一点，多撑10秒钟，你会感觉到大腿在发抖，这是你的肌肉在苏醒。不要害怕这个总感觉，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还记得，我还可以做到。当你重新找回这份力量，你会发现生活中很多原本困难的事情突然变得轻松了。这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而是因为你变强了。你可能不知道，深蹲对消化系统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当你蹲下时，你的大腿会压迫腹部，这个压力会促进肠道蠕动，同时深蹲的姿势让你的直肠角度打开，这是最自然、最有效的排便姿势。这就是为什么亚洲传统的蹲式马桶其实比西式坐式马桶更符合人体构造。如果你有便秘、胀气、消化不良的问题，不要只依赖药物，试足每天深蹲5分钟，你会发现胃功能慢慢改善。这不是我凭空想象，而是有病人亲身验证过的效果。再来谈谈淋巴循环。很多人不知道，淋巴系统没有像心脏那样的帮浦，它必须依靠肌肉的收缩来推动淋巴液流动。当你深蹲时，大腿和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这就像帮浦一样，把下肢的淋巴液和静脉血推回心脏。我有一位72岁的病人，他长期有脚踝水肿的问题，每天下午脚就肿得像面包。我建议他每天深蹲。一开始他半信半疑，但2周后他告诉我，医师，我的脚不肿了，而且以前弯腰会头晕，现在也不会了。为什么不会头晕了？因为深蹲改善了他的血液循环和平衡感。当你规律深蹲，你的前庭系统会变得更敏锐，你的本体感觉会更精准，你的身体会更清楚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深蹲可以预防跌倒。如果你曾经有脚踝水肿、容易头晕或是便秘的困扰，这一段是特别为你准备的。你的身体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重新启动它原本就有的循环和平衡机制。深蹲就是那把钥匙。当你深蹲时，你的脊椎会发生一件美妙的事情，它会自然伸展，就像一条被轻轻拉直的绳子。现代人的脊椎长期处于弯曲压迫的状态，因为我们总是低头看手机、弯腰工作、驼背坐着。但深蹲会强迫你的脊椎回到中立位置，让每一节椎骨之间的空间重新打开，让椎间盘可以吸收养分，让神经不再受到压迫。我形容这个过程就像手风琴，长期压缩的手风琴会变形，但如果你定期把它拉开，它就能保持弹性。你的脊椎也是一样，需要定期的伸展和解压。接下来谈谈骨盆底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部位，但它非常重要。骨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支撑着你的膀胱、子宫、直肠。当这张吊床松弛，你会出腺尿失禁、频尿，甚至骨盆器官脱垂的问题。深蹲是训练骨盆底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当你蹲下、站起，这些肌肉会自然的收缩和放松，这对女性特别重要，尤其是更年期后的女性。
但男性也不要忽略，骨盆底肌同样影响你的排尿功能和核心稳定性。我有许多中年男性病人，在开始深蹲之后，发现夜尿次数减少了，这就是骨盆底肌变强的证据。还有髋关节，这是人体最大、最强壮的关节，也是最容易僵化的关节。当髋关节失去活动度，你的步态会变得僵硬，你的下背会带长性的承受更多压力。深蹲能让髋关节重新找回它原本的活动范围。我用一个比喻，髋关节和骨盆底肌是你身体这一栋房子的地基，脊椎是支柱。如果地基不稳，支柱再强也会歪斜。深蹲就是在巩固你的地基。试试看，当你深蹲时，深呼吸，你会感觉到背部在延长，会感觉到核心在用力，会感觉到整个身体在重新排列，这就是深蹲的力量。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改变你人生观的研究发现。巴西有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叫做坐立测试。研究人员请受试者从地上站起来，过程中不能用手撑地，不能扶膝盖。结果发现，能够轻松完成这个动作的人，死亡风险比无法完成的人低了5到6倍。这个测试不是在测你的肌肉有多大，而是在测你的身体协调性、平衡感、肌力、柔软度的综合能力。而深蹲正是训练这些能力最好的方法。在台湾，很多老人家跌倒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他们弯腰捡东西时站不稳，从椅子上起身时需要扶着桌子，上下楼梯时必须紧抓扶手，这些都是身体失去功能性的警讯。但如果你能保持深蹲的能力，代表你的身体还保有自主性，还能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作需求。你不需要依赖别人，不需要害怕跌倒，不需要担心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想送你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我对老化的看法。能蹲得下去，站得起来，这就是老年最后的自由。长寿不只是活得久，而是活得有尊严、有自主性。当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那才是真正的健康长寿。深蹲就是守护这份自由的方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立刻开始深蹲。如果你有以下情况，请务必谨慎：严重膝盖疼痛，做过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有骨质疏松症，或是平衡感很差，容易跌倒。如果你属于这些族群，请先咨询你的医师，确认你的身体状况适合开始训练。对于大部分人，我建议用渐进式的方法开始。第一阶段靠墙深蹲，双手可以扶着墙壁或桌子，蹲到你感觉舒适的深度就好。每次维持10秒钟，一天做3到5次。第二阶段，当你觉得第一阶段很轻松了，可以试着不扶东西，或者在脚跟下垫一本书，增加深蹲的深度，每次维持30秒，一天做3次。第三阶段，尝试完全深蹲，蹲到底部，维持1到2分钟。如果可以，试足在这个姿势下做深呼吸、伸展，让身体完全适应。我的建议是，给自己4周的时间，目标是每天累积5分钟的深蹲时间，不用一次做完，可以分散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
记住，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不要勉强自己，不要跟别人比。叫深蹲是你跟自己身体的对话，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你的身体生来就是要活动的，不是要一直坐在椅子上的。今天我跟你分享了深蹲的10个惊人好处，缓解关节疼痛，启动全身肌肉，增强下肢力量，改善消化，促进循环，提升平衡感，保护脊椎，强化骨盆底肌，灵活髋关节，以及最重要的延长健康寿命。这10个好处全部来自一个你与生俱来就会的动作。你不需要花钱买器材，不需要去健身房，你只需要5分钟和1颗愿意改变的心。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意义，请在留言区打上 resting， 我会发送更详细的深蹲教学影片给你。如果你身边有父母、有朋友正在为膝盖痛、腰痛或是担心跌倒而困扰，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你可能刚刚送了他们几年健康的生活。我知道改变不容易，尤其当你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很多年，但我也看过无数人，像陈嘉丽那样，从怀疑到相信，从疼痛到自由，他们做到了，你也可以。最后，我想留给你一句话：健康买不到，但可以练回来，只需要蹲下去。从今天开始，每天蹲5分钟，4周后，你会感谢现在做出改变的自己。我们下支影片见。